这个女人的初恋当年不告而别，这份感情苦苦折磨了她10年，却突然得知她在来找自己的那个雨夜车祸离世，10年间的恨意都失去了意义。殷恩心绪混乱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殷恩负责的新品因为遭遇抄袭事件销量十分惨淡，卖场负责人有真还公报私仇的决定将他的品牌移到3楼的角落。本部长因为这件事情斥责殷恩，殷恩却只是默默道歉。会长明白殷恩不是因为这种小事就萎靡不振的人，提出让他负责这次的国外新品牌。既然现在国内品牌已经没落，那也只能跟着趋势走。道勋在公司遇到了智叔，忍不住回想到那个意外之吻，害羞不已。智叔却似乎并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只是为了取消采访的事，想要亲自跟在国道歉，让道勋帮他转达消息。看着委屈的道勋不明所以，殷恩与组员来到百货店整理门店的摆放布局，在这里偶遇了在国，两人擦肩而过，却谁都没有说话。在国从组员的对话中得知，殷恩因为这次的新品失利，处境很艰难。失落的殷恩找到美叔，面对好友再也隐藏不了自己的难过，告知美叔10年前修晚，在来找他的路上车祸去世了，随后崩溃的泣不成声。智叔想到道勋一直很关心殷恩的状况，苦思冥想后得出结论，猜测道勋喜欢的人就是殷恩。道勋脑中不断浮现出智叔的身影，走出公司又恰好碰到智叔。智叔得知在国现在住在道勋家，提出想去他家坐坐。美叔以为自己怀孕了，来到医院检查，但医生却说她并没有怀孕，而是在她的体内发现了肿瘤。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不知所措。智叔来到道勋家，偷偷地溜进在国的房间，却在他的电脑里意外看到了许多殷恩的照片，意识到在国喜欢的人是殷恩。智叔气冲冲地来到殷恩家，却发现他正在收拾关于 Sono 的东西。看着他真的要就这样放弃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，气愤地转身离开。走出门外才意识到，他今天原本是来质问殷恩和在国到底是什么关系的。殷恩看着他当初设计的画稿，那时还在巴黎的他就决定了他创立的第一个品牌就叫 Sono， 这是拉丁语回音的意思，是希望他的热情也可以有回音。如今一手打造的品牌面临下架，最难过的人还是殷恩。在国告诉母亲他这次会在韩国待很久，闵夫人猜测他是有喜欢的人了。在国说是在时装秀上偶遇的女孩，会等他确定心意后再介绍两人认识。时隔多年，殷恩再次见到了刻骨铭心的初恋，他现在却变成了一块冰冷的墓碑。在国回忆当时哥哥打算和殷恩分手，认为他的才华留在巴黎是最好的选择，不想阻碍他的发展，而且母亲也不会同意两人的恋情。现在放手或许对两个人都好。在国认为哥哥如果真的爱他，就应该让他来选择。殷恩不明白在国为什么要将修晚的事告诉他。他和修晚虽然只是2个月就结束的爱情，但时间并不代表在心中的分量。对于他来说，是改变了他人生意义的2个月，不希望和在国再有交集了。在国说他不是修晚，即使是做了同样的选择，结果也会不同。殷恩直言只能把他当作修晚的弟弟。这个帅气的男人是财阀的儿子，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，从来不需要忧虑什么。现在留学归国回来，也只需要等着继承父亲的公司。会长将殷恩叫到办公室，志亨热情地和殷恩打招呼，看着画册上首席设计师的名字还是姐姐智叔，调侃殷恩不如选择自己单干，并说他这次是因为父亲同意了，他可以和殷恩一同工作才回国的。殷恩只好尴尬地说设计也都参考了智叔的意见。会长让殷恩好好教导他，面对会长的指示，殷恩也只能接受。殷恩带着志亨来到办公室，向组员们介绍这位新人。殷恩借此机会向会长提出条件，如果要让他教导志亨的话，就要再给 Sono 一次机会，不能就这样放弃他一手打造的品牌，这也是他的青春和梦想。殷恩向组员们介绍这位新成员，并将会长同意再给 Sono 一次机会的事告知了组员们，但他也会尊重大家的去留，毕竟现在新品牌才更有前景。组员们都选择留在 Sono， 当初也都是为了 Sono 才努力进入了这家公司，现在也愿意与他同进退。殷恩那天从在国这得知了修晚的消息，想的却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在国了。殷恩走出公司，在国迎面走来，让殷恩来选择他们今后是否能见面。原来当年殷恩的推荐信是在国写的，他因为着急出去拍摄，只能拜托哥哥帮忙转交，这才促使两人的相遇与交往，而他们却错过了彼此，兜兜转转的浪费了那么多时间。但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在国只想告诉殷恩，他很想他。殷恩听着在国的真情告白，也忍不住热泪盈眶。两人能否抛开阻碍，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心意呢？